守着咱即个自性体，来应事一切应无所住，宜生宜心，是现伫外口的，肯定是啥？袂流俗，真正袂流俗哦。所以讲，心在定境中，但是伊的心袂去念着定境一切，这就是咱修学着这咱所要爱学的。咱应该爱学习的。所以讲，今仔日咱同学讲修自古圣人拢家己着这有灵之心而成之的。咱来看观世音菩萨，咱来看世尊，因有无灵之心无？因若无即个无灵之心因较会轻放下因的荣华富贵，而去咧修行，所以因嘛是由着即个无灵之心而成就的。咱讲圣人有官毋做，死官，去自由立国，讲做一说仁义，说仁义嘛是为着啥？无灵之心而成就的。过来，咱来看着咱耶稣圣人，为着王道，甘愿去献身于世界，嘛是由着啥？无灵之心而成就的。所以，伫咱凡人的眼光咧看，凡俗的眼光咧看，一个点若无放伫家己的身上，为家己求利益，迄是无灵。但是圣人真愈反倒变，因的心的点完全无放伫自己，拢放伫咱众生的身上。所以毋才有法感受，哎呀，过自古圣母拢是由着这无灵之心而成就的。咱学着就是要着这个无灵之心。而且伫咱的课程中，咱文化要甲咱教育，对咱中国咱大陆咱有足侪老前辈者，佫包括咱的好老前辈，伊会当五代医生，嘛是无灵之心的实现啊。若毋是真正一个大智者，要做出五代医生，是做袂出来。是做袂出来的。所以讲，伫即个过程的中间，咱爱知影讲，今仔日伫咱每一位真正真修实的、脚踏实地前辈者的身上，咱拢会当一去甲因体会，真正有即个无灵之心。咱会当家己去体会啦所以讲，即个无，诸无为真无就对啦此于非真理啦是真正发自咱内在，咱真正。咱即个自性体验的即个智慧啦，所以讲咱着做，较甲咱讲顿顿即个顿顿着咱像是讲混沌安尼咱像无欲，即个无色，即个无灵的心，就是讲足顺服的。但是咱迄个福利善，咱迄个道，咱迄个自性的原貌，迄个原态共款，所以就像是即个切出之心，是足天真无邪。着做伫即点，就是希望咱逐个心会当回归到即个无灵之心，所以讲，咱今仔修学着嘛共款，咱来以无灵之心来圆满着咱自己人生修办着咱每一个年，那安尼咱修着才会当叫咱古往圣母共款，所以讲今仔日本文才要甲咱讲，众人昭昭，莫作纷纷啦昭昭就是讲。足公平的足清楚的，纷纷拄好相对的咱若能讲纷纷平平，昏昏沉沉，袂清楚着做就是咧甲咱讲，咱世人的心的点拢放伫凡俗，所以对着凡俗一切，咱哪参是拢足清楚的。但是咱着做伊的心，毋是放伫即个点，所以对着咱凡俗的代志咱才能头脑清楚，较袂清楚啦这就是咱形容咱着做用心点，毋是放伫即个所在，毋是放伫凡俗咧拍拼。所以咱同学就咧想着讲，即咱像咱较早迄个咱的干圣人，迄个邪教由道不由定，而且讲重性轻犯，甲重犯轻性是不同等号的。将来的成果嘛是肯定无同的。其实咱人生咱若一心难以两用。咱若多用一份的心伫咱的性质上，凡心咱就减一分；咱若多用一份的心伫凡事上，咱的性欲相对咱嘛减一分。所以伫即段内底，咱互我开始就讲，较早咱男性叫咱出